今日分享下交通界一個好盞鬼嘅術語啦。究竟咩叫電梯線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山上嘅社區嘅接駁巴士同埋小巴。根據香港巴士大典，呢一類嘅路線通常係區內線嚟嘅，車程短而直接。一邊嘅總站位於山下旺啲嘅地方，例如市中心、鐵路站或者購物中心；而另一邊嘅總站咧就喺山上邊嘅。我哋而家去搭嘅電梯線就係新界小巴65M 啦，由石門站開出，經廣源村去黃泥頭。而家朝早10點上山嘅人咧就唔係好多嘅，呢個鐘數主要係落山方向嘅比較多人啲啦。10點46分上車，開車之後就會過河去到小瀝源路啦，向住山上嘅方向進發。呢條路線係相當直接嘅，一條路直上廣源村。因為小瀝源呢區即係廣源啊、黃泥頭嘅消費選擇都相當有限，所以山上嘅居民咧都習慣鍾意搭車往返山下啦。居民咧就需要一條直接嘅穿梭路線，65M 正正係其中之一。短短6分鐘嘅車程，10點52分已經去到黃泥頭落客啦。咁如果唔熟呢區嘅人咧，可能會覺得其實距離唔遠啦。地圖見到步行嘅路程只係20分鐘，咁點解要俾5個30幾分鐘車呢？其實係因為小瀝源路咧係長命斜嚟嘅，如果要行路上去啊，真係幾吃力。所以65M 咧就好似電梯咁樣，直接接駁住位處山上嘅小瀝源，就相當符合電梯線嘅概念啦。其實65M 嘅出現咧係有段故嘅喎。本身小瀝源居民係習慣去第一城為主，一早已經有10條巴士小巴路線經第一城往返各區啦。直至近10年咧，石門站出邊起咗商場啦，附近亦都有興趣班啊、補習社啊、Dream Room 等等呢啲嘅服務進駐。咁小瀝源嘅社區群組咧就越嚟越多人話想有車去石門啦。去到2020年初，事情起咗轉機，顯徑站通車之後啊，往返顯徑至大圍火車站嘅803K 客量大受打擊。咁呢個金蛋突然間消失咗呢，小巴公司又嗌晒救命啦。咁講到呢度，究竟係關小瀝源咩事呢？原來803、804系列路線係由同一間公司營運嘅。咁小巴公司就希望謀求一條生路，善用啲閒置車輛，所以運輸署就喺2020年10月知會公眾，就話804會開一條支線804A 往返廣源至第一城。不過路線開辦之後呢，居民就不停嘲笑啦。因為運輸署就冇理到居民對於石門嘅需求，又係千篇一律咁去第一城喎，所以就喺多條路線競爭、知名度不足，加上疫情爆發嘅困境之中咧，804A 營運咗2個月，就喺2020年12月因為客量不足而取消啦。而喺營運期間咧，我哋亦都多次見住佢吉車遊街嘅。804A 取消之後，小瀝源居民對於有車去石門嘅呼聲仍然不減喎。咁我哋就聯同當時嘅地區人士建議將804A 改去石門啦。咁運輸署咧就都採納咗小瀝源至石門小巴線嘅倡議，最終就由另一間小巴公司喺2021年2月開辦咗65M 往返黃泥頭至石門站。試辦期間嘅客量已經唔錯啦，變咗做常規路線繼續服務，直至今日啦。